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、澳門科學館同銀河娛樂集團合辦嘅青年科技村科創人才培養計劃，今日喺澳門科學館會議廳舉行結業禮暨迎新活動。青年科技村計劃以產學研用一體化模式推動人才培養，提供北斗及信創實驗室等尖端設施，課程設計涵蓋 AI、工程、生物化學等嘅專業，並且定期組織研學活動。呢啲實踐經驗有效提升咗學員嘅科技應用能力，為其職涯規劃打下堅實基礎。之前打好咗一啲理論知識之後咧，咁第二年好多都會偏向實踐操作，或者係真係去聽翻professor 或者係博士生嚟同我哋上堂啦。咁就會學到好多同學校唔一樣嘅，可能係我自己讀生物化學啊嘛，可能係平時學校生物堂上面唔會聽到，或者化學堂上面唔會聽到，或者做嘅實驗咧，都會喺科技村度做到。2025及2026學年，計劃將增加招生名額，進一步優化課程，並重點深化人工智能科技培訓，以提升學員嘅 AI 素養同應用實踐能力，培育符合時代需求嘅高素質科創人才。